跟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你无转着台哦，咱拄则是看到一个鸟仔伫什物？是一个内面鸟仔人内底一直要撞出来。哦，伊一直要撞出来。嘿，但是呢，敢有人想要互关诶？有迄个鸟仔讲啊，我伫人啊内面好啊。伫内面有通好食啊。嘿，伫内面有通食。咱的朋友来啊吼，明辉你好，梅秋你好，哈，恁今仔日哦，有早，对，咱咧爱甲恁颁奖第一名吼，对，今仔日是满过节咯，所以咧，咱要来讲一个，本来是萝卜对无？咱第四做人的奴隶。对，本来做奴隶，来一暝了后变做太子、太主、公主的故事。变自由的人。人拢最爱看这个故事吼。今仔听讲，今仔日是满过节。花莲个地动对无？花莲地动对。满过节，敢知影阴暗的月亮是一旬，还是一粒圆？有人知影无？即问伫泰国的月娘是生着安那？台湾泰国，恁的月娘，阮即问是下晡还袂有月娘吼。但是恁敢有看到今仔的月娘是圆的还是扁的？一旬哦，老师讲一旬是一条线的意思吗？是圆的。是圆的。圆的。安尼即个梅秋。100分，安尼两个拢内行诶。内行诶哦，满过节一定是圆诶。是满过节一定是圆诶，因为满过节是安怎算诶啊？对出来吉迄一天开始算，出来吉就爱日头，就爱月亮圆诶，阴暗时到多人出来拢毋免点电话。对哦，有道理哦吼。所以上帝讲爱伫正月14、15、16月亮拢是做圆诶。拢做光诶。14开始。是。所以满过节就是纪念犹太人对埃及做奴隶生活，互人讨放出来，互上帝甲伊讨放出来。因家己要得到讨放无可能，上帝甲因带过红海，对。算到伫鸟仔人内底，甲伊讨放出来，互因得到自由。是。所以，基督徒咧庆祝过活节，过活节就是伫耶稣最后诶晚餐，互伊过满过节晚餐，就互迄阴暗就互人掠去啊，掠去顶是伫第30后过活，所以过活节会当讲甲满过节。是差3日尔点，差3日。若讲满过节用旧历来算，就是讲用台湾的农历来算，是正月14开始。即摆过活节应该是伫正月17。毋过后来咱因为无爱用月亮，咱即摆全世界通用的是用太阳历，毋是用月亮历。若是用月亮历，就是一定会当算到正月14，较对。若太阳历就无一定，就用一日来代替。即摆是用迄个春分以后月亮圆起来迄个礼拜日，是用安尼算。所以日期也无共款，有时差咧几个月。对，本来应该是。爱伫满过节了后，搁活对无吼？即阵后来有一寡原因就改做即个用太阳历来做标准。结果差做，今年差伫要1个月。明年也无一定差偌济。当年拢差无共款个。是，所以其实伫旧约诶时吼，做。因以色列人一定爱纪念即个节对无？大家拢爱做伙食，无夹饼。
个哦，这无苦菜，拍饼，个苦菜。一只泰式羊啊，这是老师翕的呢，这真正是羊啊吼，还是讲听讲是做好食，但是伊生了呢，烘过的肉足香呢。那会生了才成恐龙了呢。是做好食的吼，老师拄好有去遐食着即个满过节的物件对无？但是这毋是苦菜哦，这是老师迄个家己苦菜切切的，因为无煮，差不多像安尼啦。安尼苦菜是甲咱伫看，是苦苦。所以这是上帝规定因要出发进前爱食的物件对无？爱食的物件咱来看圣经才会知影毋免咧讲亲切故事，因为这大家拢已经知影，咱来读圣经。民数记9章第5节，正月14日黄昏的时，因着伫西奈旷野，就搬过节。竟然耶和华所命令摩西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行。耶和华所命令摩西讲，伊着爱安怎搬过节，爱食什么，爱袂当食什么，爱逐个人拢听伫遐袂当去做工课所以有足详细的规定，拢照安尼行。咱来看去过一阵所以咱知影是正月14，这上帝规定了。内面数记9月9节9章的第11节，你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是恁户的中间，若有人互先死目拉散，是远远伫路里，游园着守耶和华的搬过节，因着伫2月14日黄昏的时来守伊，掺无甲饼甲苦菜来食。这因为有人问摩西讲若迄日有人因为因若无清气，就袂当守节。讲因望着死人先死，就袂当守节，因为因算作拉散。来，因若讲伫外国走去外国，无法度人守搬过节，袂当做伙来食搬过节晚餐。那要安怎问摩西？摩西讲恁点，我看耶和华安怎回答。摩西就问上帝，上帝就甲伊讲无论什么人，的确就爱守搬过节。你要拉撒嘛是爱，但是你延长1个月。你要拉撒，你1个月按后个月你就清气啊，你就会当。所以讲第2月14。正月14无法度，一天无法度守的人，2月14来守来补。那安尼咱看起来，搬过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。为什么安尼重要？咱是毋注意一点？重要到这个程度，连有也袂当请假。对，1个月无食到，后个月爱来爱搁讲1天搁来。咱刚才看一节圣经新约圣经，路加福音2章42节，到伊12岁时，照祭祀的内容上耶路撒冷。到伊12岁什么意思？咱知影路加福音是咧记载耶稣12岁，耶稣12岁时，耶稣的爸母是每一冬拢去耶路撒冷守搬过节。耶稣12岁特别纪念之日，因为耶稣12岁已经捌代志，所以就伫因内底问一寡问题，问甲互人作惊，讲即个囡仔遐尼少岁，哪会当捌了这？问甲因伊的爸母，从我袂记咧讲无甲带转去，半路去弯头等去找囡仔，有无？即段代志，拢像个，所以搬过节是毋足重要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因为上帝的命令。个伫马太福音26章17节，度假节头1日，耶稣学生就对耶稣讲：爱阮伫什么所在，甲你备办食搬过节。搬过节，因为一定爱食无加饼、无加的饼，所以有哪叫做无加节？无加节，无加节头1日，就是讲搬过节头1日，
啊，就讲有月节，逾越节啦，有月节的头时是同款意思，这头一日，是无同款的讲法。嗯，头一日就是正月14啊，是，哦，就是爱围炉，大家拢爱，因着种到也就率领去啊。学生就问耶稣，我要伫对来准备盘过节，所以盘过节是毋是人拢爱守？是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就是盘过节哦。今年大好，今仔日开始，咱业务着吼。但是即阵上帝讲7天啊吼，伊大好今仔日的黄昏对无？日落今仔日的黄昏开始算，落山开始，落山开始算，到30日大好是因算的7日啊吼。到30应该毋是30日，所以咱对圣经绝对当看出。圣经的规定为什么遐尼重要？为什么遐尼重要？咱遮来看，就是有标救赎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顶十字架，毋是白白伫遐，足早以前就已经有标。佢话一个羔羊，伊个一个羔羊，就是个指向，抬一只羊仔来食，一只羊仔。大只羊啊，佮甲羊吼，主要所就无下树的羊羔，无下树就是讲无欠点，无摆骹，无花草，无也是讲有啥物无各种的，一个无下树的羊羔，这是主要所。来苦菜，为什么要食苦菜？苦菜就提醒家己伫埃及做奴隶时的痛苦。互人管无家己的自由，无家己的想法，你的想法拢无准绳。你要拜你的上帝，阮也无准绳，拢袂当，叫做互人限制掉咧，就像互人关伫人仔来共款。救主，叫做咱耶稣伫最后的晚餐中，应该上帝讲，即个苦杯乃当离开我，就离开我，安那袂当，我有哪要啉？伊啉迄个苦杯，就是要克服罪束缚。就是讲叫人拢爱食，纪念即个受苦。受苦的代志，来伫门帘的顶悬抹羊火，你太阳的羊火爱抹门帘，为什么爱抹？因为若看到迄灭中主的天使就甲伊搬过无太死迄个人，所以就是太人的天使啦。耶稣的保护，若有人接受耶稣的保护，那迄个灭人的天使就要搬过节，搬过一间厝，无每一间厝内底头前好惊拢爱死。去互抬死吼，这做成咱中国迄个门帘对无？迄个过年的是毋是爱戴即个红色的？这个是代表基督耶稣替咱伫十字架流血，伊的血来赎咱的罪。这是毋是搬过节意义真侪无甲饼。无加节，无加饼是最后晚餐内底耶稣食无加饼，伊佫甲遐饼掰开，分互伊的学生。伊讲恁食这，恁以后食这饼的时，爱知影来纪念我，就是讲纪念耶稣。耶稣甲你讲恁食这个饼是纪念我，因为食迄就是食伊的肉，啉。杯来杯的酒就是啉伊的血，所以咱知影讲，所搬过节所食的物件所有表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对世间人的救赎，因为伊是有能力救赎的上帝有够好的能力甲你救，看你袂暗，问题是安尼，惊你袂记咧，遮尔重要的福音，互你遮尔简单的代志叫你做。惊你若袂其实，是讲你甲伊当做无要紧，哇，实在太可惜。
所以讲一定爱食光棍节，为着要纪念这个代志。哦，所以即个饼其实是上耶稣的身体，对无？就讲伊叫定伫十字架，来纪念讲伊的身体吼，为咱死吼，来即个火一定爱抹哦，无就无效啊。无火就是无法度赎罪呢。所以一定要用定十字架就对啊。因为古早拢爱抬。上帝老早就有备好势，所以讲伊疼世间人到安尼，上伊的独生囝拢赏赐互因，互啥人互咱。是，老师有人讲，即个啥物，好佳仔无伊毋捌食过迄个羊啊，对，我嘛毋捌食过羊啊豆，叫啥物？黑洋出门对吼，今仔是啥物3月14，这是农历对无？咱没错讲农历吼，但是咱讲的正月14，那是犹太人的犹太历，无共的，对，这个叫做春联吼，拄则淡仔想袂起，多谢咱的朋友，好，来，咱来。看着讲，搬过节其实为虾米基督徒最重要的吼？足少基督徒真正有食即个搬过节的即个晚餐。咱来知影上帝要叫咱认捌到一点，认捌讲上帝就是掌管宇宙全部，掌管人的生命哦。伊管山也管海。你看，伊为着要甲以色列带出来，对，互人落嚟中间带出来，是毋是甲海分开？海有哪会变做红海，有哪会变做大地，互人行过？山咧，你看即个圣经4篇114篇第60，讲大山啊，你怎样着跳，亲像羊羔；细山啊，你怎样着跳，亲像羊仔囝。山个会着跳，山毋是拢一定伫遐嘛？为什么山个会着跳咧？咱来看最近的华联，毋是有地动吗？真正华联地动，你就知影讲有时规个山搬走。即个山我搬过伫10公尺以外的代志。那像羊仔咧跳共款。小山啊，你若像摇啊咧，羊仔囝咧跳，那山毋是定定伫啊，因为讲上帝会当，伊叫山去填海，伊就去填海，叫海水变做大地，伊就变做大地。是毋是上帝有够个能力来做所有代志？是伊搬过节用意，就是要互你毋通袂记咧。伊个亏待是有够济吼，咱看出来第14章16节，你行赶啊春秋几海，伊甲摩西讲啊，讲你行赶啊春秋几海，来分开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。上帝甲摩西讲你几海，你个赶啊几海，海要变做大地，互以色列人行过。埃及的队兵就对迄个大地要对过，海水就合来，全部总是，有无？厉害，这是咱的上帝厉害的所在。掌管万有的是毋是上帝？是，完全毋免怕吼，上帝帮你甲即个歹人拢打了。对，来，比如后书的3章。13节，但是照伊所应允，咱仰望新的天、新的地，伊点伫因中间。是讲咱有仰望，为什么咱爱得到自由？得到自由真重要啦。你人活了就是爱争取自由嘛。因为人有仰望，就讲你有梦想。人有仰望咱个有知影有一个上帝应允。咱将来仰望一个更较好的日子，是伫上帝应允内底，伊就要互咱是拢接受。就是讲，伫搬过节所讲的，就讲有火替你留，伫10个
替你担罪，你接受无接受？你接受耶稣，成做你的救主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安尼你就会当完全赦免你的罪吼，就是讲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佫会当进到迄个完全，进到甲上帝三甲地的迄个永远的画面。安尼是咪足简单？是咪足大的福音？就是讲你爱记咧，毋通袂记咧。逐个人拢爱记咧即个代志。你头望你得到自由是比你逐日有饭通食佫较重要。是，真正吼。像咱开始鸟仔人内底两只鸟互关咧，等内底在撞，伊在撞，对无？伊内底饭食袂了，何必在撞咧？为什么？对哦，系啊，即个以色列人因出埃及了后，嘛是足侪有人足侪解对无？足侪解讲啊，我要转去向关。上少我嘛阁有饭通食。我要来去同做迄个萝卜，安尼较好，有物件食较好。有即种诶，所以即个吼，老师即个石头对无？即摆就是讲，因为4月初3吼，阮拄好计划，因为迄是放假诶日嘛，阮拄好计划讲要去爬山啦，去爬一粒山啦吼，一粒山是3000公尺。拄好要出发诶时，花莲拄好地动，地动全台湾省拢会震动啊，台南遮嘛是会震动，就有消息讲出来啊，讲迄个山诶路已经有崩山，袂当过，袂当过，阮就袂当去，袂当去无要紧，阮就无去，阮就去找一个更加简单、较安全诶路，通去行就好。就去行叫做八通关古道啦，因为即条路真安全啦，无啥物问题。毋过我咧行诶时阵吼，拄好我行过去，差不多2秒钟，伫我后壁石头，就是迄粒石头，对，伫迄个真悬，差不多是30-50公尺悬，砰！摔落是个声音足大声。伫我后壁，我惊是伫外头过看，看到即个石头，即个石头，我若讲差2秒钟又动着，安尼我就爱死去安尼。若无死嘛是差不多换条命。就是讲，我那是饲袂啥我就对。是，所以讲吼，山崩诶时毋通去爬山对无？佫有因为其实爬山，你有拄着安尼，你甲会心内忽然间怎醒起来，讲哇！我是算什么人呢？我是算什么人？世间人是什么？你少年你我是算什么？你哪会管顾我？人的囝是什么？你管顾伊？咱就伫遐感谢上帝。可能有人会甲讲，迄拄啊好运啦，拄好。好运。阮的讲法是，所有拢掌管伫上帝的手。真正差这个1公分对无？1秒钟，人就无伫个。差安尼拄啊画2步，就落去。我后壁若有人，迄个人就歹啊。迄个时间我拄啊行最后一个人，所以不要紧。是。就是讲，伫足平安的时阵，足安全的所在，有哪当时要拄着毋知啦。就讲你住伫厝里，忽然间地动，厝就倒落啦，安尼嘛是无法度通走。即届拄好有一家伙啊，5个人对无？有一家伙啊，5个人去行一条散步的路啦吼，花莲一条真好的路，真好行的路。5个人去遐郊游吼，去遐佚佗吼，人去遐行。结果一家伙5个人拢山崩的时，全部拢地面内面，4-5个人总是。是，所以足侪代志吼，咱是无法度知影的，但是咱相信上帝吼有上好的安排。梅秋讲的，真正是感谢主保守吼。
但是咱嘛是爱小心对无？袂当调工讲第一档我要来爬山对无？嘿，就是讲咱有足侪代志吼，无法度解决诶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有感觉讲人生吼，毋知影你以后是安怎会烦恼诶人，欢迎你来附近诶教会来认捌阮诶上帝哦，因为咱是上帝吼，是照顾每一个人诶，无论咱是啥物款诶人吼。你看即个山吼，会当为即边刷去迄边，对无？伊可能讲一句话，当着条亲像羊港，羊港就是公羊啊。啥对，咱是真正是做迄些明辉讲诶幸运对无？做好运诶，无毋对吼，基督徒吼，拢是有好运诶哦。欢迎你家己饲一个赞，今仔有来听诶吼，因为咱拢是搬过节诶人吼，咱拢会搬过，就是讲，上帝替咱死啊！迄个笼啊，迄个蛟笼啊，是上帝甲咱放出来哦，毋免阁转去啊，转去无好物安尼。所以今仔真多谢观众朋友，真多谢咱诶老师，真多谢每一个来听诶人吼。后礼拜同款时间，礼拜一下暗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搁做伙来讲台湾诶故事哦。因为咱今仔是特别节目吼，伊拄好伫搬过节吼，所以咱来讲搬过节诶故事，也希望逐个人拢会当得到即个搬过诶稳定、自由。无论做啥物，讲这里的救助是，好，安尼多谢老师，大家平安。